请观赏《误我青春20年》。总经理啊，关于我这个出差哦，爱甲你报告电话中，我甲你报告了。但是我今仔来哦，上重要一件代志，就是要甲你讲关于恁后生啦。啊，吴经理，过身遐尼久啊，莫阁讲。阿伯，你爸我妈妈若提起4个后生，拢会足伤心的，你就莫讲啊啦。妈，我有一件代志，希望你甲我讨3工。你是妈妈的查某囝，是安怎一定要讲斗3工呢？什么代志？我一个同学啦，俺爸爸吼，特别经济上早发生问题，爱需要足侪钱周转的呢。哦，偌侪钱500万。500万。500万对妈妈来讲是毋是一笔真大的数目？也毋过对你来讲，就算真多咯。妈，我知影啦，只要你若去斗3工啊，好啦妈。妈妈答应你，明仔载你就带伊来。妈，你相信我好毋啦？你对我嘛是同款啊。秀秀，咱钱要招人，就爱看卖，看迄个人是会招你还是袂招你啦。妈妈若是讲安尼，就是安尼生。明仔载你就带伊来啦，啊？秀秀，妈妈有甲你讲过，你袂用爱王子强，这嘛是你甲妈妈约束好的啊。秀秀这囡仔哦，是真软心啦，佮肯帮助人。伊要帮助毋是别人，是王子强。啊？王子强？秀秀的朋友，伊的同学，我拢足清楚。无可能讲，伊会甲秀秀借500万，是王子强有负责，伊着急要用钱。啊那呢，就是秀秀对。一个查某囡仔去替一个查甫囡仔要调钱，什么意思？你敢毋知是？可是，你敢讲？无得甲，我叫秀秀去做这件代志是确实毋对。总经理啊，我话这件代志吼，你还去调查清楚才去来讲。我一定会去调查清楚。我袂用让不幸发生伫秀秀身上。是啊。总经理，要无你休困，啊是嘞，啊。对了，总经理，我拄则咧提起恁后生的代志。莫听后口讲起遮尔伤心的代志嘛。总经理，你误会啊啦！我是要甲你讲哦，恁后生无死啦。你讲，我的后生无死？是啊，伊还阁活着啊。啊，你嘛伫倒位咧？代志是安尼，因为我这个去台北出差吼，我一个真好朋友李先生啊，伊要出国啊，我喺机场甲送啊，李太太甲我讲的啊。哦，李太太对，对啊。是我本人吴经理。真拄好，这几年来我一直咧找女工呢。我想要甲伊讲吼，当初是迄个三伯田太太交予伊迄个4岁囡仔，一定毋是伊的囝呢。哦。啊无，差一点吼，再甲伊讲一下哦。我做做联络，啊一桩吼，伊就说转来了，我一定会再联络啦。好。啊，你有问讲，伊即摆伫倒位无？我一时煞无甲问遐清楚，要毋过哦，因李太太讲，伊若到新加坡，伊会打电话互你啦。
主文啊，主文啊，怎么主强啊有消息了无？无。哎呦，恁老爸遐伫咧内底伫发生地，即马主强若转后一定拍死有影。唉，死查某鬼啊咧！规日无看人影，你走倒死啊！母啊，莫讲到遮歹听啦，人我是去遐上啊斗3工呢。啊，对啊，母啊，人上啊吼，因厝吼想要修理你的，所以我等下甲母啊你讲一下哦。讲啥？莫啊大声啦！啥呢啦？我知影吼，你有欠一寡西客钱啊吼，啊这上啊吼，伊要修理厝啊无钱呢，所以我毋才倒来甲你讲。哎，死查某鬼啊！你人还袂记哦？想要倒来甲我挖我的棺材本钱？无啦，免想啦。母啊，你讲安尼，上啊算是你的囝婿呢，这囝婿算起来是半主。管台你灌水也毋灌水？哦，你查某警察就是查某警察啦！你想要学我的老本去互伊用？无啦！哎哟母啊，钱囥在遐用嘛是咧用，囥久阁会生高，钱也毋是啥物物件对无？你生的查某囝就拢会当互伊啊！哎，佮管什么咧棺材本咧，毋棺材本哦！人亲情，钱性命呢？哎哟，好，你留咧做棺材本吼，这棺材吼一好的一区吼，嘛爱10几万呢。靠着这10几万哦，剩的嘛够，还有180几万拢互伊好。我存偌济钱，你拢甲恁的调查签署就对。是啊，母啊，你金条簿我是放伫枕头的下骹顶，伊知影吼，我要领钱去互上的，我毋才会知。你摕我金条簿去领钱花哦？对啊，母啊，我甲你讲哦，我要来去领钱，好无？你讲好，要领钱就紧去，所以我听你的话，我就甲钱拢拢领出来，我有乖无？我去啊！哎，母啊，你是安怎？哎呦，哇哈！你若再领你妈妈的钱去互阿雄啦。啊，既然来我店我摕万金好啊。母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对啊，你早点。等我去倒位，我互你报告。你免甲我报告了，阿爸要找你。他这有啥物大不了的？阿爸，主公回来。我有代志要甲恁小弟讲，你入。阿爸，你入去啦。他爸无解看你，你要入去嘛？我问，一工一暝无转来，你人家走？无啊，我无去倒位啊。是毋是甲迄个秀秀的查某囡仔去用？当然毋是啦，还是后来后来呢？后来陪我，阮两个拄才转来。我跟你讲，恁两个不准来哦，也不准你去找。阿爸，我跟你讲，也免爱，会用是啊？袂用的。阿爸，你无你有逼我甲伊离开嘛？有啊，我啥人无你，你也知影，秀秀是你的。是我啥？我是讲，伊毋是真心咧爱你。阿爸，伊是真心咧爱我，你关心我，伊甚至要借一个替我还债务。你今晚在讲啥？借什么钱还什么债务？无啦，我是讲，咱伊目的毋是要增加经营，伊讲伊会替我想办法啦。你吼，食到这段，你头脑是想倒去啦？迄是因老母设计要报复的陷阱，伊叫秀秀吼要欺骗你的感情，要算你的心啦。哎呦，咱老母有啥物理由来保护我啦？我甲因老母也无冤无仇啊！是啊，那无冤无仇。是，哈，我讲遮济，你也是毋捌啦。我捌真济啊！我知影秀秀爱我，伊阁一定会嫁互我。甲阿关结婚。哎呦，阿爸，我是要讲几啊万届啦！我甲阿关无煞啦，你叫伊叫主文啦。好，莫甲我讲这，较乖，吼，听阿爸的话，莫误解我。阿爸，即马毋是我误了你，是你无理由你强迫我的。阿爸，这件代志吼，不管你是等也好，唔等也好啦，这件代志我家己做主啦。
你即摆咧甲我讲啥物？你即摆咧讲，我较大声讲一遍。我找你大，你较大声讲一遍。你爱你受伤，爱受伤，你洗出来，洗出来，你有无那么爱等来？啊！朱强，走！阿爸，阿爸，你莫受气啦，拢卡出来，人家大家拢咧闹叫，你莫搁进来。阿爸，受气啦！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我怎样想，拢想无。我的心真苦痛。阿爸。来来，阿文哥，最大只后要找恁爸，啊恁爸好势未？啥物你好势啊？哈，啊袂好势哦，吼，啊才有动头。哎呦，你甲看啦，目睭紧紧人相中啦，甲阮母啊共款啦。阮母啊，安尼一个精神哦，目睭就青印印啦，一直讲钱钱钱钱钱，我有讲甲真正有要烦死啦。乖嘞，你哦甲我斗相共哦，甲阮母啊靠劝一下，莫哟安尼钱钱钱钱钱。天啊，乡长叫我来吼，阮甲你讲，有人要甲你买牧场的代志。阿爸，最早就来看你啊。阿爸，阿青啊，白听，主公我白听。你先坐，好。无需要搁讲，你才半年啦，我爱恁听，我甲伊当作是我的性命，伊竟然反抗我啥物都拢无。阿青，这20几年，我付出遐尼多。我换转来是这款的结果，这是上天的处罚，这是上天的处罚。阿青啊，你听我讲，莫搁讲。青，主文详细仍然甲我讲我听啦。其实啊，这代志哦，拢爱怪你家己唔好啦，啊？因若相依爱，啊，你成全你就好啊嘛，啊？你的意思讲，我因两个结婚是？子强啊，伊爱秀秀，你互伊结婚嘛？啊，若安尼吼，伊阿娟甲子文嘛会当配对，啊，若无吼，你什么都拢无。阿青啊，我看你莫遐固执啊，你就互子强哦，甲秀秀结婚嘛。阿错。你听我讲，楚强甲秀秀因两个是兄妹啊。啥？因两个兄妹啊？这是真实的。楚强哦，是白如卿的亲生后嗣。阿青啊，啊，当时你是咧起笑的，咧讲笑话嘛？啊？啊？莫讲你唔相信，连白如卿伊听到这款的，伊家己嘛唔相信讲楚强是伊亲生后嗣。我要甲你讲一个秘密，讲20年前这段秘密。好，阿青啊，你也要讲啊，等下再讲啊。你搁活咧？这敢有可能？伊讲我的囝搁活咧？
经死啊！是我亲目睭看到伊过开，是无可能的代志，一定是李玉伫咧骗我。是啦，祝福你爸爸。无要紧。这个，代志哦，小忍耐，较让恁人白。尤其是哦，你甲秀秀的代志哦，我看煞煞去，煞煞去！主要是你甲你讲装笑的哦，这件代志哦，我对你坚持到底啊！唉，你根本你就袂用爱秀秀，为什么呢？最大只，为什么连你妈来讲的？按照你都，反正你袂用爱就袂用爱。最大是啊，是毋是阿清伯甲你讲啥？无，伊什么拢无讲。我的意思是讲吼，既然是大人甲反对哦，咱做事时哦，就莫去误解去啊。你也知影，阿清吼，伊将全部的希望哦，拢寄托伫咧主教啊，主教。这爱情哦，毋是咱这人生的全部啊。咱做事时，对事大人哦，牺牲淡薄啊，这也无啥吼。最大只啊，我毋是勉强，但是我甲你讲，你若安尼执迷不悟，将来你一定会后悔。我这绝对袂后悔。好，那安尼我拢莫讲吼，你详细再搁想看觅吼。朱强，我要甲你讲，对啊，最大一啊，讲咱真对。爱情毕竟毋是人生的全部，因为恁爸爸牺牲一点，嘛是应该啊。好啊，你变成教训我好唔好？我毋是咧教训你，我是为恁爸爸拄仔讲的遐话感觉心酸。朱强，我从来毋捌看过遗憾的全无。你应该知影，你背叛伊、侮辱伊，比地图仔大伊搁较残忍，你知无？都咱恁爸爸讲的。这10几年来，伊为你付出这么多，莫互伊到最后啥物拢无啊！总讲，咱若结婚会当满足伊，咱就成全伊。什么啊？咱两个人结婚？是啊，互伊知影，伊无白疼你，白饲你。我应该要互伊认为阮李家亏欠伊，辜负。好啊！啊，讲半工，你目的是要嫁互我？我甲你讲，我坦白甲你讲，我袂娶你，你嘛无迄个资格。我知影。你知影？你知影嘛？死路要嫁互我？我早就讲过，我要娶的毋是你这款查某。结婚只是要成全恁爸爸的愿望。若是娶我，我袂娶你。我甲你讲，若是我娶你，你知影我哪对待你？我会侮辱你，我会拍你，然后再去找别个查某，永远拢袂转来。无要紧，朱强，我知影我配袂起你，我嘛毋管你安怎对待我，就亲像你讲的，你会使离开我、拍我，甚至你去找别个查某，我只是要互恁爸爸知影，你还伫你爱，咱无反背伊。朱强，伊遮尔济岁啊，活咧这世界的日子嘛无济啊，你着成全伊好无？我不爱。朱强，我求你为伊牺牲一点嘛。这毋是我要牺牲无牺牲的问题，这是你甲主文两个人存心要害我的，才会今晚这个局面啊！主文毋是这种人啦。伊是，你甲我讲，伊即马人伫倒？我毋知影，伊讲伊心情无好，要出去行行。好，我即马去目中找伊来解决这件代志。我警告你一下，你莫嫁我，你一世人要后悔。
秀秀，阿头饭菜拢要准备好啊，你紧去食。我食袂落。秀秀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咧？我也无安怎啊，我着食袂落，想要出去行行，敢袂用心？袂用的。无安尼，我徛楼顶会用的无？稍等。妈妈无钱借迄个动物，你着较我激气哦。妈妈有讲过啊，你将迄个动物带转来咱兜啊。你无相信我，你就是咧侮辱我妈妈。好，妈妈钱互你。老豆我就知影讲，钱若是无互你，你一定无欢喜。我无愿意为着这几百万啊，破坏咱母仔囝的感情。你摕去。钱你已经摕到啊，马上甲王子强分开。